这两条分别服务新市区跟新化区。新市区比较缺乏往西边安南区的棒球场啊，或者是安南医院。这次我们新辟的服务的新市区的这一条呢，主要是把新市区这个市区的这些长者啦，这些这个学生啊等等的服务呢，往西边走那所以可以服务到新市火车站，可以去和顺转运站，还有安南医院。因为新化区目前已经有2条小黄公车路线，新化本来就是公共运输的枢纽，所以我们这次也利用小黄公车机动性高的这个特性，那开设了这个新化区内的循环式的小黄公车路线，可以让新化区的居民呢，透过这个路线来到新化总站，再转乘这个绿干线以及其他的绿支线我想对于居民的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的缺口的补足也是非常重要。小黄公车它可以开进去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去接送那些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去买菜啦、就医这样子服务，这样比较便利民众这样子的服务。这小黄是做好的啦，小黄公车的车位的车费是公车的价钱26块起条咱新化有这条干线感觉做好啦。咱也要去婚宴啦要买菜也要去迎空方面拢做需要。像阮太多城去咧婚宴，咱就当坐咧去婚宴学生来上学的一个方便使用，再来真大的效益是咱区内的中者不管是要来市场也好要去来就医也好还是拄好有代志要来出外，拢会当来使用这种小黄公车所以这种小黄公车开通对阮新化来讲地方期待已经足久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1，大台南小黄公车绿33、绿34正式。小黄公车是满意度高达90%以上的民众最满意的公共政策，所以呢，对于台南民众来讲，因为地理比较大，面积又广，所以我们需要服务比较偏乡那但是运量又没有达到非常聚落人没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升级了，从大客车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我们实时检讨、实时优化，能够采取固定班次之外，也采取预约制，能够让民众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搭乘。那这个尤其是采用敬老卡的话，是无限里程免费这中间连接了转运站，连接了火车站，又连接了这个医院或者是棒球场，这些对于民众来讲都是非常适合的。欢迎大家来搭乘小黄公车。就是今个欢收看8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随着科技的进步 ，AI 学习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此，中嘉宽频三冠王上主车今年新世代主播夏令营，除了带领囡仔加入媒体现场，透过摄影、配音、主播的体验以及 AI 应用等等，培养囡仔会当专心伫考试加创作等无同的能力。中嘉宽频三冠王上主车2026新时代主播夏令营，今年邀请到一位专业的师资联手来授课，以及中辈职工的陪同。第一天的课程有创意摄影，邀请到巨汉商业摄影的总监郭聪南，指导小朋友用光来做画，由着小朋友创作，中辈职工担任model。充分展现中者甲着亲子共融的创意表现。好，开始。好，太阳。加油。好，慢慢要走出来喽。好，
遮住，好，出来，闪 ，OK， 好，刚好。另外，为训练小朋友配音甲口说的表达，主办单位嘛邀请着胜利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苏芳云来指导小朋友口说的表达，甲声音的演绎，训练小朋友的台风甲喙型，就连长辈之间嘛亲身来体验。中加双子星，嘴巴张到最大哦，来预备，开始。哦，掌声鼓励啦！大家好，我叫王月姿，很棒哟，掌声鼓励。好，阿姨可以先回座，来这边，来，我们再看这位阿姨哦，哈，来，阿姨要张大一点哦，要把你的整个力量都呈现出来。好，来开始，来，等一下，小朋友要注意听哦，好，来。大家好，我叫张秋米。哇，掌声鼓励！面对科技的进步 ，AI 的形成，甲网络的消息，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如何教导小朋友排除路况的怪兽，培养查证的能力？现场嘛邀请到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助理教授黄琼怡，以着闯关的游戏，带领小朋友迈来对方向。用心听看查的观念。听看查，对，听看查，听就是什么？不要急着去转传啊，或者是相信。你如果看到一个讯息呢，很多人就动没掉，有没有？就会按赞，或者说哈，真的哦。像什么？我有一次听到人家说，K 跟那个安心雅结婚了呢。他说哦，真的哦，其实没有哈，其实那个新闻的好像对新闻的标题而已，可是其实没有，对不对哈？听说我的知心好友跟我说，手机放冰箱充电可以充饱电，而且手机会变得更新更好用。等一下啦，这个消息不可以相信。可爱。大声一点。好啦。这个冰箱不能把手机充电，可能手机会坏掉。好，来3个一起。先停，再看，最后掉。好，你们哪一队的要讲出来？谢谢我最棒。由中嘉宽屏三观龙双主菜举办的2026新时代主播夏令营，唔仅是一场夏令营，更用入媒体素养甲着未来能力的培训课程。今年活动伊着专注查证、口说、证书甲着创意5大能力为核心，透过小组的合作、情境的任务甲着实际体验，希望让每一位小朋友甲着长辈之间拢会用个收获满满。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淡市小园公车的路网再次拓展局1、局5甲局7 3条新的路线，在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通车典礼。这摆开通不只予小园公车首次驶入安定区，全市的服务路网竟达到52条，累计服务超过50万人次，落实公车的票价、客停车级的享受。台南偏乡因为路下大客车无法度入去，当年公共运输服务不足，所以交局持续用小园公车来弥补，并拓展新路线。在伫安定保安宫庙前广场，这几台车就分别代表局1、局5甲局7这3条路线。会中市长黄伟哲、交通局长王明德甲参与见证的民代贵宾共同留下通车的见证，嘛是服务首次开入去安定，将小园公车范围直接有关到32个行政区。小黄公车的特点就是公车的票价这个计程车的享受，尤其是这个65岁以上的人几乎都不用付钱，全额由政府来补贴。那这样子的方式，对于偏远地区，或是说有一些公车、大型公车不易到达的地区，能够提供给居民更好的服务。
新公车对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开通25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市府当局持续优化路线的规划，目予新公车青年更较侪有需要的社区。局7是全新开辟的公车路线哦，那它主要是服务安定区，我们把安定区主要的几个聚落联系起来，那也经过了很多的国中、国小，那重要的是我们把它往南延伸到安南区的安南医院。那我想对于安定区的这个乡亲朋友就学就医都会非常的方便。现在有需要民众照前一天打电话，或者是伫大台南公车 App 预约新公车，得当到厝接送，用公车的票价有客停车的享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反对北外环南移自救会发起人蔡善珍，因为质疑政府规划北外环4期工程的时，无充分听地方民意，意思砸地厝湾，放弃北平原本的路线，改刷南平，而且跨越咸水溪进入市区，恐惊对沿线居民的生活环境、景观以及财产权拢造成冲击，所以希望政府重新检讨路线的规划。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目前已经完成前3期工程，第4期规划为永康区嘉定里截止曲湾，跨越咸水溪，现至中华北路，全长大约3.7公里，其中包含高架路段，引发沿线居民反弹。自计会多次向中央申请，但相关单位都将权责回归台南市工务局。经历工务局回复。第4期路线经过评估为最佳的方案，予自救会再次表达不满。蔡善珍认为，政府规划重大公共工程，应该充分考虑到居民权益，不应该予民众承担环境、景观以及居住品质受到影响。伊这个北外环这个路线做安尼，是咧危害百姓、危害人民，咧开这个国库的冤枉钱。啊，是讲伊事实有这个价值，那是如果那是无，安尼变成像迄个咧残害民众安尼。这个北外环，这个就亲像高速公路爱起伫郊外，咸水溪的北平，的这个郊外叫做北外环。伊即马呢违背常理，怎甲你？过桥开70几亿，开要几百亿的，这搭车第4期的，搁开100多亿，拢总超过200亿，为着3.7公里，这个路线呢弯弯翘翘，而且呢做伫百姓的门卡口，做伫百姓的门口三楼悬，咧逼阮百姓住伫地角，而且这条若过就对啦。伊民意代表有讲啦，这条北外环若过，要甲迄个高架，要台南要全面高架化，等于要予台南市做地角城。恁今仔日公亲，恁来做公亲，我拄这个第4期的路线。足明白、足清楚，显予大家看，予大家做公亲。自救会指出，台南市工务局7月10号复函当中，以第4期河道缩减、设计水利法规以及北环富安路卡 A， 可能造成安南区跳迁等理由说明路线规划。但自救会认为，相关讲法可能会造成南北环居民对立，也无法度回应居民居住权以及公共工程决策透明度疑虑。蔡善珍呼吁政府应该正视地方声音，重新检视北外环4期路线，公开完整评估的资料，让居民充分参与讨论，而不是在制定的方案下要求民众接受。也希望透过这些发声，和社会各界来做公亲。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天主教基督活力运动台南分会为了回应天主的爱，为主做见证。伫基湾林美燕新生里长王安国的出行，加上这爱心团体小厅，8月16号将伫大拿国体中庭举办关怀活动。
会中搭配乐团、哑铃以及街头艺人的表演，希望扩大举办，号召更较侪人伫暑假欠会时期徛出来踊跃响应。根据台南观会中心表示，寒暑假拢是欠会时节，加上最近天气无稳定，直到8月12号统计，会考可准只有5.3天，所以嘛，互天主教基督活力运动台南分会看见欠缺。立地议员林美燕、新生里长王安国的积极出行，加上准台电子、龙卡工程、留园生活科技、团爱关怀协会以及大庆不动产台南永康东桥店的爱心团体小厅，伫8月16号圣母升天节之间，将举办关怀活动，呼吁17岁到65岁青壮世代拢踊跃出来响应。我们大家都为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爱传出去，把天主的爱传出去，让每一个人在无形中能够得到。就像美燕姐刚刚讲的，一袋血救一个人，救一个人胜造7级浮屠。所以我觉得这种功德不是只有留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后代子孙，对整个社会的正能量真的是加分。捐血完所捐赠的一些上环跟物资，一并在当时就会送给这些启智中心了，把每一分的物资发挥淋漓尽致，把每一分的爱就是上环能够就是给需要的人。天主教基督活力运动台南分会8月10号伫大南国体中庭除了关怀行动，也搭配乐团演奏、街头艺人的表演，以及4种哑铃来扩大举办。希望政府甲民间协力，充分结合社会爱心资源，互德兰启智中心等弱势买当受惠。3来捐血传播爱，捐血传播爱。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东区复兴国小举办对高3号复兴杯篮球邀请赛，已经迈入第2届。12号伫南投附小热情开球，展开为期3天的赛程。这摆参赛队伍有台南、高雄、新竹等3县市，有国际组香港队，总共22队参加，竞争相当激烈。伫对高营造董事长杨振达的慷慨赞助下，对高3号复兴杯篮球邀请赛举办迈入第2届，希望借由赛事培养学生运动习惯，也希望学生学习实践，做好事、讲好话、遵好心的3好运动，成就好姻缘。这一场的篮球比赛，那其实最令我敬佩的就是我们陈校长，他特别把3好运动的实践呢，把它列入在我们这个篮球比赛当中。那其实他要特别勉励与叮咛我们所有的同学，就是在我们的成长学习过程当中，要非常注重我们品格教育的陶冶，因为我们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后呢，一定会成为你们翻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实践3好运动，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推行与实践。今年参赛队伍分别来自台南市、高雄市、新竹县以及香港，总计22队350位小选手来参赛。第2届对高3好复兴杯邀请赛呢，我们这次总共有来自4个地方：新竹县、高雄市、台南市，还有我们远道而来的香港队，总共有22队的一个参赛队伍。那这次也特别非常感谢我们的对高营造杨董事长呢，特别赞助这个整个邀请赛的一个活动的经费，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透过以球会友，增进3好的品德，让学生在这个
比赛的运动过程中里面呢，除了切磋球技之外呢，能够让整个学生的品德能够在这个竞赛中能够来做培养，成为未来我们社会的主要的一个中坚分子。校长陈茂盛表示，为培养学子会当有良好的运动休闲习惯，并配合教育政策，积极支持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次举办的对高三校户型杯篮球邀请赛，除了推展各项篮球运动，提升咱市各项篮球运动水准，更是培养良好运动品德，促进校际间体育交流活动。但是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高雄市交通局对8月开始试办重型机车卖当停伫机车格。第一波先开放5位公有的停车场，而且收费比较普通机车。对着该政策，有人认为停车方便，也有人烦恼原本的歹找车位的，现在更加困难。机车停车场里面多出了一台体积稍大、停放角度斜斜的车辆，原本以为是没有停好，但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台红牌大型重机。高雄从8月起正式试办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机车格，政策才刚推行上路，就已经有重机骑士开始使用。OK 啊，因为它的宽度跟我们的机车格其实都一样，不要去占汽车的位置啦。我觉得不错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汽车才会有更多空间，因为它本来就属于是机车，虽然它比较大台一点，但应该车格，因为我们这里车格其实都还蛮大的为了提升停车空间的使用效率，高雄交通局配合中央政策，率先开放5处公有停车场，提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机车格，收费标准也比照一般普通机车，让重机骑士不用再只能停放汽车格，增加停车的便利性与弹性。8月1号就开放了5处路外的停车场，这临近这个捷运站周边，那开放给这个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主要是都会公园，然后雄宫，还有这个凤山捷运站凤山国中捷运站跟这个前镇高中这附近。我觉得不太够对啊，因为像你平时在路边停车也是会有一样的问题啊。我们实际上全台湾的停车格就是不够啊，可是车子超多啊。交通局表示，目前先行开放部分公有停车场，后续是否持续扩大办理，甚至开放路边机车格，还是得看试办成效再进一步评估。不过也有民众认为，目前机车停车本来就相当吃紧，未来如果再开放更多，可能会压缩一般机车的停车空间。再加上全高雄的车格大小不一，与高架重机停放在一起，也让部分骑士感到有些压力，可能会占用到我们的位置啦。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如果是车型比较大，可能是建议他们去停类似比较像汽车停车格的地方。重机很贵，有可能碰撞到还是什么之类的，可能会对他们自己也会有影响这样子。因为重机跟一般的机车尺寸比较不一样，但是它又没有到一个汽车的大小，所以如果开放机车格可以停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但是在这个设计重机可以停的停车格，它必须是比一般机车格再稍微宽一点，否则可能会有刮损的疑虑。其实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身障的机车停车格啦。身障机车停车格，它明显就比一般的停车格宽度再宽一些嘛。这个部分我们先行示范了，因为毕竟这个大型重机在我们这个高雄市内的话，其实它还是跟机车族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少数。那我们也会衡量这个机车的停放需求跟这个大型重机的停放需求，再来做一个整体的考量。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机车格正式上路，让重机族多了一种停车选择，也希望提升停车空间的使用效率。不过政策实施后，如何兼顾一般机车族的停车需求，以及停车秩序与安全，后续示范成效仍有待持续观察。记者传军高雄报道。台北捷运万代线第1期工程要拼明年完工，目前进度超过85%。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的做伙试车，除了肯定第一线人员的辛劳，嘛期待通车以后会当大大疏解板南线的人潮，而且中和到台北中正区的通勤时间更节省一半。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同走下列车，满意的神情展露无遗。双北首长3号一同从中和土城交界的莒光站搭车到连城锦和站，因为要确实了解捷运万大线进度与状况，第一步就是亲自搭车验收。动态测试是捷运工程的重要里程碑，表示工程由土建施工正式迈入系统整合验证。捷运万大线早在今年5月就已启动主线动态测试。8月3号正式邀请双北首长试乘。台北捷运万大综合树林线预定在116年底实质完工，
完工通车以后，双北市的生活将更紧密，双北也将共创美丽新未来。新北市长侯友宜感谢北市府协力推动工程进度，也慰勉工程团队的长期辛劳，带动整个捷运路网更顺畅。尤其我们的板南线，我们的板南线现在每天大概有65万，甚至越来越多的，因为再加上三莺线进来，三莺线我现在还没有给它加进来哦，因为三莺线现在每天在做这个免费搭乘啊，平常已经达到2.6万人，假日已经做到5万多人，所以这么大的量，你要从顶埔站要去接板南线，相对的我们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现在的板南线基本上要上都很难上，再加上如果三莺线，我们压力更大。所以我一直希望说，万大综合线如果及早完工，就会疏解我们板南线10%的运量。万大线是串联双北的重要捷运建设，目前工程进度逼近90%，第一期预计116年完工。未来通车后，捷运中和高中站搭到中正纪念堂站，车程时间将省一半，可以舒缓板南线人潮，也朝双北30分钟生活圈更迈进一步。记者张瑞瑜采访报道。桃园市政府日前宣布一项大型的服务，就是帮中北申请有可能因为失智遭家放弃的条码。不止安尼，小局嘛计下桃园三大公庙推出专属的平安符，要让科技找人甲传统信仰完美的结合。下面做回来看卖。台湾步入高龄化社会，长者失智走失的案件层出不穷。桃园市长张善政5日出席市政会议时，也有感而发，分享了自己过去照顾家中长辈的切身之痛。回忆起长辈走失时的焦急心情，张善政坦言，那种放下手边所有事情，在社区里四处寻找的煎熬，真的让人非常痛苦与不安。我自己当年照顾我们家老人家的时候，也有这种非常紧张痛苦的经验。当时在外面办事，听到家里面说长辈不见了，赶快什么事都丢掉，开车回家哈，在社区里面找自己长辈，心情真的是非常忐忑不安。为了不让更多家庭经历这种焦急的等待，桃园市政府正式宣布，在市民卡 APP 中推出全新首创的防走失条码功能，要帮家属抢下黄金协寻时间。家属只需打开 APP 进入专区，登录长辈的基本资料与联络方式，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组专属条码。这条码你可以贴在这个老人家，不管是老人家如果有拐杖，老人家有这个常常用的包包或是常用的衣饰上面贴上这个条码。像这条码，他如果走出去，真的不幸走失的话呢，我们的警员、路上的路人看到他，其实直接扫那个条码，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老人家他家里面的资讯。那么如果是警员的话呢，就赶快带他回家。这次计划特别与桃园在地香火最鼎盛的3大宫庙合作，包含了桃园大庙、景福宫、慈护宫以及中立的仁海宫，3座宫庙各自为长辈加持了专属的平安符。透过防走失条码与平安符的结合，不仅提高协寻效率，更让长辈带在身上时能感受到神灵的庇佑，给予家属无形的安全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市政府社会局举办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现在失智老人很多，所以说我们跟市政府的社会局配合做老人那个平安符万一说老人家丢掉的话呢，第一还可以保平安，第二还可以说你后面有那个电话，你可以再寻找那个家人这样子。非常感谢我们社会局给我们这个慈护宫、还有景福宫、还有仁海宫这个机会来帮忙这个失智老人有个智慧学习的这个功能哈。那我们3个宫也提供各5000个这个平安符哈，还有智慧这个晶片来协助这个走失的老人。这项看似简单的小功能，背后却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守护力。市府呼吁家中有失智或年迈长者的市民朋友，尽快下载 APP 并善用这项新功能，
期盼透过科技与信仰的双管齐下，串联起警政系统与热心民众，共同为桃园的长者们编织一张充满温暖的社会安全网。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感谢收看8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